讲师采用一善本为准，五经各本，向多用诸本，为一经。诸本有未善，不及后世来世本，不过来世所演图表过繁，只宜参考，难为读本。今奉夫子命，就来本，截取必要图表，附列经文之前，去其繁而存其精，以便初学。因言义必用图表，前人均有传图，为讲习之用。汉时儒者师之，人传于道家，及述者流。如人指重文字训诂，虽有所得，不以复经本，使图表无传。非义之不用图表也。宋时以周绍之所习，得于道家，参于述之书，今陈诸审则，加于经本之前，亦于是有图说，而不得其全，不明其用，仍无补于义。来世复增衍之，以广其旨，故较详备矣，而不明其统系，不知其用之主宾，亦之先后，犹难使习者一目了然。今就所言，加以审证，谓之讲明，以见古人义教之全，而尽义道之用，述于后世读者有所裨益，致其错误或遗谬之处，随时指正可也。又曰言义本天道，而习义则人事也。言天道则重气数，言人事则重象，以气数言象，是天道；以象言气数，是人事。因气数难知，象易见也。先有气数而后生象，此天道之自然。先明象而后明气数，此人事之次序。要皆本末之道也。如见天灾时变，而知天意，即由象以知气数，是由末达本者也。而象因气数所生成，非有象而后气数至，是由本及末之道也。故名本不必求末，而不及本者必自末始。今之灾变多矣，天之风雨旱辽不必论，及物之为变一火矣。驱出道上，机身双手，种种怪异，非象之见耶？至于黄乃之灾，又其至明者，皆气数所感化而然。欲明气数，但求之象，即知天变之不已矣。故灾有天灾，亦有物异，而莫非气数为之，亦莫非人心照之。人之变亦尤多矣。怪产其病，且不必数，即风上之坏，情性之乖，或致逆伦悖理，先耻败德，皆自人心之非成之。人心如斯，欲气数之不变，得乎？此古人从天变，而必责于人事也。
种天变。气数虽自天定，而变位在福，则人所改照。人只知天灾之难堪，不知人心之难善。是众莫忘本，如浮舟海中，欲其不动，何可得也？义者义也，以人一天，以天一数，皆有必至之事，故然之理。今于义者，唯求益其不善为善，而可益其灾害为福。是则圣人以义为教之本质，端在此乎？宗主蓄力，易经上下篇。